来看新加坡有8成的百姓是住伫咧国家的公共主体，不过规定是禁止饲猫仔。根据去年的调查，有9成的民众拢认为讲饲猫仔无要紧，所以今年下半年开始都袂搁紧啦。 这只叫做哈利的猫仔叫袂停，想要食物件，伊伸出尖叫，甲主人小叫问了后，总算得到物件。新加坡有8成民众住伫方叫做租厝的公共主体，一开始也过会当饲猫仔。不过，伫1989年国会修法了后，就禁止猫仔进入公体，理由是会那么伫公共区放流、叫声吵人等等。不过，煞温存住户饲一只小型的狗仔，若有人饲猫仔，互发现毋但系互发大约代票9万外，猫仔也会互赶出去。不过，也是袂少人伫厝偷偷饲。去年官方一项民调显示，有9成民众认为猫仔是适合饲的宠物，包括伫国体内也适合饲，所以规定未来国体饲主只要处理执照，各位猫仔实体晶片都会当合法饲用。当地伫社区挽救家猫的件数真贵，安尼也对缓解流浪猫的问题有帮助。 To the cat rescue community, when the new law kicks in, it helps to mitigate some challenges that we are already facing, like the escalating cat abandonment issues. 那伫澳洲也有一只真受注意的猫仔旁存赛选手欧里，伊甲主人为杀体处罚了后，找衫总算到无特地火巴特，看比赛都有直接民众举牌啊，人家也补送也等礼物。 Merry Christmas, Ollie. Yeah, he's become quite an international celebrity apparently, which is quite amazing. He's just an ordinary little moggy. 主人看到欧里引起遮尔侪关注，感动甲强要哭出来。这只猫仔过去5年来陪伴伊航行澳洲各地，伫眼中毋但是好朋友，也是旅程中上好的伴侣。恭喜新闻站回并朋友。